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待降节第2个星期六，12月13日。今天的主题是救恩的泉源。我们预备聆听。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以赛亚书12章1至6节。到那日，你必说：耶和华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，你的怒气却已转消，你又安慰了我。看哪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我要倚靠他，并不惧怕，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在那日，你们要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但愿这事普传天下。西安的居民啊，当扬声欢呼，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你是否经历过属灵灵性枯竭？发生什么事？你又是如何走出困境的？以赛亚这篇感恩的诗歌有2节，每节都以到那日你必说开头。那日象征性指出上帝确实但是尚未实现的应许。歌者满怀信心的盼望将来，我们不知道何时，一切事情都会欢喜的解决。请注意每节人称代名词的变化。第1节以个人称谓我要称谢你开头，歌者表达对上主的良善和丰盛恩典的感恩。上帝曾经发怒，但如今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。因此我要依靠他，并不惧怕。恐惧之中便没有对上帝的信靠。在第2节，歌者敦促别人，你们要感谢上帝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。接着是一系列的命令句：求告、传扬、提说、唱歌、普传天下、扬声欢呼。既然已经领受上帝白白赏赐的恩典和救恩，
这故事就必须传扬在万民中，普传天下。在这2节都有9行的诗歌中，有一句关键的诗句：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。当你的泉源干固，就到上帝的泉源来，那里有丰沛的泉源，足以供应所有干渴的人。加尔文曾说，维持生命所需的一切，都来自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上帝的泉源，让口渴干燥的人得到满足，让酷热烘晒的人得到清凉，让疲乏的人得到复苏。今天这些经文和默想中，有什么引起你的注意？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你当受赞美，因你所行的甚是美好，并在我多次干渴时，以救恩泉源的丰盛供应我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从上帝的泉源取水。